这么大一个宅子，一定有房间住。嗯，今晚我们就在此借宿一宿。好啊。等等，我看此宅甚是古怪，我们还是不要进去为好。我看是你想的太多了，我怎么不觉得古怪？阿莫，你太紧张了，我们今晚就在这里歇歇吧。公主，你看这里杂草丛生，一看就是荒废多年，可门口却挂着红灯笼，这不是很蹊跷吗？有什么蹊跷的？这里地处偏僻，说不定这里的主人懒得去修缮，才弄得有些破败。你呀，别疑神疑鬼的。行了，这里我最大，我做主，今晚就住在这里了。走吧。走吧。有人吗？请问有人吗？公主，这里气氛诡异，咱们还是另寻落脚之处吧。既然没人开门，那也只能如此了。走吧。三位半夜敲门，请问何事？姑娘，我们连夜赶路，正巧路过此地，不知能否行个方便，借宿一宿。哦，姑娘，请放心，我们只待到天亮便会离开，不会打扰你太久。你看我们三，不算他，我们兄弟俩，你看我们相貌堂堂，一看就是面善心善之人。姑娘尽管放心。那好吧。姑娘明眸若盼，柔美飘逸，一看就是位善良美丽的绝色佳人。不知戴青纱所谓何事？小女容颜已毁，怕惊吓到各位。姑娘太自谦了，在下不怕。三位，请随我来吧。谢姑娘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走吧。姑娘，这宅子真大，院子也好漂亮。这宅子好大呀！是啊，姑娘，是你一个人住吗？不是。呵，姑娘家这么大，也无人居住，难道没有请仆从吗？姑娘，随便找一个厢房住就可以了。是啊。客从远方来，招呼不周，家父会责怪我的。
我们就住在这里吗？这里能住人吗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保护公主！阿嬷说的对，这个古宅真的很可怕。这里阴风阵阵的，不会来到阴宅了吧？厉害啊！还好我身上有开光辟邪宝物。公主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还好有这把金刀。先别说这么多了，赶紧离开这里。好，公主跟在我身后。走。阿莫，公主，静儿，表兄，公主。这么逃也不是办法，进去躲一阵。奇怪，怎么这么大的妖气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你是住在这儿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看来你也不是住在这儿的。我迷路了，路过此地，想在此借宿一晚，还请英雄饶命。快起来！原来如此啊。不过英雄倒是称不上，我跟你一样是过路人，本想借宿的，哪知啊，遇到了妖怪，在这宅子里迷了路。妖怪啊！别怕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不过这宅子里不安全，你要跟紧我，千万别走散了。谢谢大侠。大侠，我是大侠。啊，放心吧，大侠会保护你的。哎，跟着我啊，千万别走散了。
来是这荷花妖啊！啊，姑娘，姑娘别怕，没事了。这刀……哦，原来你害怕这个呀！来，快起来。别担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因为我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，绿衣大侠，绿衣大侠李靖。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，要不是我，刚刚你就成了荷花妖的盘中餐了。多谢大侠出手相救，小维感激不尽。哦，你叫小维啊？小维，这名字可真好听。哦，你人也长得很漂亮。救命啊！静儿，救我！哎呀，糟了，是表兄，快跟着我！哎，静儿，快救我！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到底什么人？别跟他废话，看到底是何人。公子，哎呦，丢死人了！他不是我表兄了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刚才有个黑衣人袭击我们，那个人的脸好可怕的，就像我们院中看到的那个老树的枯树枝一样。那棵老树真的很奇怪，看来这个古宅是个妖精窝。公子，这位姑娘是？啊，她跟我们一样迷了路，误打误撞才进入这个古宅的。是啊，大侠，听传说说老树化成妖精是很邪门的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别怕，邪不压正，有我们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公子还是小心为妙。我们大家不要再走散了。奇怪，这里好像是有什么在吸取我的灵力，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他怎么了？他晕倒了。啊！妖怪！妖怪！公子，妖怪！表兄，妖怪早就跑了，那是小维姑娘。小维姑娘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原来是天仙妹妹救了我。没事，没事。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，还看？少废话！你看我这无衣垢面的，哎呀，真是让你见笑了。公子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等等，这里妖精猖狂，防不胜防，不如以静制动，等到天亮再走。妈呀，怎么那么多妖怪？哎呀，快走了，走啊！